愛當同心同樂。好，差不多啦，交俾集前。剩翻2匹馬，同心同樂最有入閘係知道穩成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7場賽事3班1650，大熱暫時11。好咧！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都好多隻喎，埋邊滿心星，藍衫藍帽開心勇區，中間綠色鐵蹄不同世界啊，外邊黑衫小池怪最出，仲有2隻知道穩勝大愛當我做好自己啊，外邊呢，咁啊想 cut 入去呢，黃衫黑帽就同心同夢嚟噶，同心同樂嚟噶，咁啊大約響個尾4個位置就係子神之星啦，後邊嘅3匹馬加州活力啦，尾子啊泰力啊，暫時墊後淺藍衫領航天子啊。好啦，過12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做好自己喎，跟住第2位有綠色鐵蹄啊。知道穩勝嘅第3、第4位3踏望空咗啊，有不同世界啊，中間黑衫就呢隻小池怪啦，內欄位置啊黃衫黃帽咧仲有滿心星啦，咁再後多層嘅馬啦，出邊啊同心同樂黃衫黑帽嘅馬冧中間藍衫藍帽開心勇區啊，攞咗出去外邊，子神之星響尾4啊，內欄位置仲有加州活力啊，殿後2匹馬分別係泰力啦，同埋一隻領航天子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600米段柱咁滯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咁啊見到呢隻自己放就係呢隻做好自己嚟噶，跟住喺第2位啊，有知道穩勝啊，後邊嘅馬內欄第3呢，咁啊仲見到馬匹呢，有呢隻綠色鐵蹄啊，外邊啊不同世界，中檔第5位有滿心星，揈出去外邊嘅馬有同心同樂子神之星啦，外邊位置仲有隻泰力噶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做好自己走甩咗第1嘅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同心同夢上緊啊，大外檔子神之星如飛沙上啊，外邊仲有隻泰力啊，最後50米到啦，子神之星睇怕都奠定勝局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係泰力啊，埋邊第3做好自己，第4名係同心同夢啊！咁啊結果子神之星都係偉達馬房北半球馬，好彩趕到個尾班車，贏出呢場賽事，咁啊亦都為馬主獲得150萬嘅特別獎金。偉達啲飛犀利啊！4.4倍，臨尾係大熱門啊！子神之星特別獎金攞埋，亦都打開勝門。跑第2名呢，出邊追上嚟泰力，第3名做好自己，繼續被斷纜。跑第4名好狀態啊，其實同心同樂出到嚟。跑第4啦，前邊有個正常啲嘅步速，做好自己。其實早段都係驚阿田泰安嗰個位使咩飛6碟彎㗎啦，飛咗出3碟嘅早段啊！不過今日就有得追咯，係好彩。咁啊，睇下第7場賽事嘅暫定名次啊，11號、4號、5號、2號，賽事完成時間1分39秒75，我哋睇重播。咁啊，即刻睇下第7場賽事嘅預計派彩。跑第1名係11號子神之星，獨贏派44蚊，位置派17個半。跑第2名係4號嘅泰力，位置派25個半。跑第3名係5號做好自己，位置派22蚊。跑第4名就係2號嘅同心同樂，連贏4搭11，派197個半。二重彩11號、4號順序派414蚊。三重彩11號、4號、5號順序派1798蚊，單天就派371蚊。位置 Q4 搭11派69蚊，5搭11派49蚊，4搭5派80蚊。臨尾啲飛又係好誇張嘅，子神之星又係好遲先嚟嘅。最後係大熱門喎，好似啊。係啊，呢啲係典型偉達嗰啲部署手法咁咯。即係睇都睇唔到啦，最後。上次又唔啱啊啲位，又超霸。恭喜晒啊！子神之星啊，馬主獲得自購層出賽馬匹特別獎金港幣150萬啊！所以咪換人咯，就係話上次咁跑嘅真係都話。但係對面直路都驚㗎，走住個3點。3搭就尾3個位喎。佢嗰個位係因為潘頓嗰隻冇跟到前邊。係。咁啊變咗開心勇區啊攝咗喺度，佢有啲尷尬個位。開心勇區終於一路俾人頂埋落去添。好彩啊，倒翻轉，好彩佢出咗3碟啫，唔係佢都會係受阻嘅一員嚟嘅，我諗。所以變相就開心勇區冇跑過。唉，其實佢係可以跟前啲嘅開心勇區，出閘太文靜啦個跑法。出閘好靚㗎，但係其實鬆幾步佢係可以喺前面㗎啦，冇啊，決定咗係咁跑。泰力嘅試啲谷草閘已經好，同埋1600好過1400好多咯，呢啲馬。
你今日出嚟又頂過上次，少少周圍望嘅啫，但係都你加埋各樣嘢啦。都入到咁你諗下， Q 喎。佢贏16嘅時候，基本上係輕鬆到不得了嘅嗰場先後贏起上嚟，睇慢步速照爆啊嘛！睇埋馬房冇配合嘅，好啦，咁啊4連環2號、4號、5號、11號2154蚊。咁仲有啲冷皮入嚟啊！今日馬房有啦，嗰隻直頭。睇埋4重彩先，11號、4號、5號、2號啊，順序派36,650蚊。早已經提住賀言啊嘛。係啊，係巡邏影片留意下先，3檔潘頓開心勇區，咁啊出閘咧都喺前邊嗰好啦集呢度定啦，係啦，依家已經撳住啦喎，望一望外邊先。咁啊外邊啲外檔馬就慢慢埋緊嚟啦，知道穩勝啦，綠色鐵蹄啦，小池怪做好自己咧就積極咯，肯上前啦，佢都放得唔慢嘅。咁但係勝在鋭啊，今年隻馬咁都頂到個第3。嗱，開心勇區已經被動啊，因為呢啲均速馬其實你居中已經係難跑噶啦。之前一次都輸過一次咧，留住跑係唔係咁好噶啦？今日又係咁跑。咁啊，跟住同心同樂喺出邊啦，紫神之星、加州活力、泰力就尾二嘅，領航天子都追近㗎。紫神之星有一度啊想攞裏邊，不過裏邊嘅加州活力埋唔到去，終於係冇埋到去出嚟3碟生位啊，反而可能咁樣幫咗佢話走入去裏邊都唔知點算。一陣間一啲馬褪呢，韞咗喺裏邊就麻煩啊！又真係咯，小池怪褪咪影響埋隻開心勇區咯。咁啊泰力本來喺後邊，不過泰力個位係生啲啊嘛，泰力就可以避得到啦。心同樂頭先係整一整個腳踏啊，可能田泰安真係望住小池怪褪啊，不如早啲3碟啦。咁開心勇區又轉唔到啦，轉唔到啊！田大安喺開邊埋邊有加州活力硬食啊，基本上呢個位你睇下。咁啊泰力就再後一格嘅，加州活力近期都唔係好夠鋭嘅，所以滿心星嘅頂榜啦。外邊一齊衝，啊同心同樂用呢個跑法都得喎嚇。係啊，係咪有啲進步咧？係咯試過嚟谷草，都唔係同你跑均速喎呢場。定係跑跑外碟真係都唔係好曳啊！做好自己啊，繼續都係忠心準誠，未斷膽。領航天子係實衝㗎，呢啲好鬼好鬥心嘅呢啲馬。第7場賽事到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。維子 Q 派彩4搭11派69蚊，5搭11派49蚊，4搭5派80蚊。2重彩11號、4號順序派414蚊。4連環2號、4號、5號、11號派2154蚊。4重彩11號、4號、5號、2號順序派36,650蚊。孖六派彩頭關5號尾關11號派421個半，頭關5號尾關4號派82蚊。第3號孖 T 頭關1號、3號、5號尾關4號、5號、11號派25,040蚊。3T 正獎有人中啊！頭關2號、5號、7號，至關1號、3號、5號尾關4號、5號、11號派176,820蚊。3T 安慰獎就派3,716蚊。分段時間頭段17秒42，第段23秒75，第3段24秒3，末段24秒28。賽事完成時間1分39秒75。